我领援军路上不进孤儿三个积聚四周，原来是此啊！哎，负责兵的是江眼睛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，让些生请。好，请红娘，开了这门，晓得。这妇女就那个遇上多人不平，哎呀，这哎，张先生，哎，我们这里动一动吧啊，哎，动一动，这里动一动。
下放着。张先生，我是无意之外的，请先生帮忙陪上啊。好，小师傅，请。小师傅慢请。原来是红娘姐，红娘姐有什么事吗？父老不是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上？我是真在方上，此事要小师傅领路。好，我真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张先生，请。既然作为小娘子当天在即，小生同去不易，就请谢应一步。好，如此稍陪了，红娘姐请我来。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
哎，我寻思怎么自己，我寻思怎么自己哟。小公，哎，小公，我当时让你送女儿早餐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起头。天长这天儿。
今次可以老相不做好事，倒是人要的你。我问姑娘，小老生都有什么子孙公子人，可以老相过做好事日？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嘞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老夫人领我去问亲戚的时候，碰见马上在中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的红娘深深夜夜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？有神，小生心中明公是君谁？本官虽若生子，年方23岁，圣洁参加了此事健身，并不成去妻。谁要你去问他嘞？谁问他嘞？他往往是小姐的名字上唱出来嘴嘴嘛。但红娘好好的敲打了一顿，红娘你不敲打他也罢，我不敲打他，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。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红娘我没有告诉老夫人，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生也罢。红娘理会的，小姐你看，也到中天，这也得香吧。又会不信伤心事，心在深深一叹中呀，小姐外公又此上堂，仔细想来，小姐此谈必有所顾，我不免也有往怀为的高引一计，可他是何？月色永永夜，花影细几层，似红迎好盆，不见月中尘。小姐无与你无诉衷情，这娘儿去用到天明。小姐也受了他老夫人这块，不能委屈吗？
满天闭门声，快门声要声去听。哎呀，长老，你督促也可不好吧？张先生，天是一命，你也该为王先生，老师也要别过无了。干嘛也无聊嘞？气力昂嘞！有心人子，呼吸好。
有谁能听得上比你老生做子愿将小女人迎娶他为妻？奉承替此上小生义不容辞，此属他亲欢喜。哦，丈夫，此次配礼显得基从丈夫。哎呀呀呀，老身一脉不用，怎能配得上你啊？丈夫不必惊慌，去到周内之上，小女侧身，休生夫上夜堂，小姐小女身考察，不得一步，送与将军，就怕逾矩不礼。请叫什么？残配你妻自己，什么时候不得用论？小姐换了计谋，方能送与将军。那三生之后欲当是何？父神不必插气，小生听一不语，心中明确，好参怕马将军，后因参完他去，真虽不过，小生与他有不败之交，一梦所去，就必必到。哎呀，什么马将军进来，无惧一股生飞虎。哦，夫人但请放心，请先生休书过来。是吗？早起心寒了。小姐，
儿啊，跨床前与你姑姑把赞啊！他几人言笑，怎有你清风？他起了最后字，化作了乱空张先生，请我因此备。先生，礼好，走，母娘接了杯子。红娘，请你家小姐抬进一杯。这什么小生了？走，小姐，这难道真是得了？二金花头白玉空，他的字去思量真美物，我与心相伴终长寿。真美母亲在旁边说，长生啊，你无怨我明白，你我从此只差天涯走。张先生，你我几位之情实是可惜，就请张先生莫因此悲。知道他脸朝小红，不知他脸上谁长，他一水流动，他一封思想把这里他不像一人相生谁听了你落空他母亲啊，你带进了心，你负了我好不明白的梦，你的红娘，好好侍你家小姐。是啊，先生，祝我礼，公子，进嘛，哦。啊，夫臣等子，小生有请我啊！管什么？先生与娃亲家，先生，说的不为了此愿，必才长征。夫臣臣上，不论后臣能配上比你，就将一名小姐与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，此之事又是在天上难测，是张先生。是谁休想出行，请来马将军配下个笔。先生与我明知恩，怎奈先相来的？请必敬畏，既是先生之位，否则你得亲随这演讲，一小姐须臾相生，唯有回兄妹小臣呐。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想过这责任，需要老身的内责承。先生他有书信到来时，今日寻到他生来是这王生不以为对用。夫臣用来是这国之计，千万动身，要是不把将军不来，随后公传不利，请问小姐有时候得配立场成何必？张先生，此今我情愿都已经不相随，愿你另聘高门，实为良面。夫臣，到这
小生天生而成，岂能拖拖你的心才而来？不，好逍遥张公，张先生是张先生，张先生不会是张先生，张先生哦，你有机会之前就是先生一日心想一愿，喜度报德，红娘。张先生醉了，快送张先生速马安息去吧。是，明日必须华生。赵先生，你少喝一杯，不是有好梦哦。他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也糊涂，我还什么酒了？小生是见你家小姐之女，低情妄产，谁个我的别人瞧我不一样？现在那封书信本不做他，这是一家夫人，堂堂一品太君，竟可与你情绪混淆。这不仅我儿真听经，两岸驸马圣主常有天下君平，分天不上都听见的呀。今一家夫人化作灭亡，这就是心情极穷，更不偏。我只有在你红娘子的心，幸福实现了吧？先生我夫人有言善行，事情反悔了。我这先生看要生气，就是我红娘听了，也是为先生不平。红娘子，你基于不明之意，何以将我啊？是的，医生，先生此事都是夫人做主，小姐弟弟一般心思。也罢，给红娘相过法儿，是你与小姐也同情说。什么红娘子之事，小生生死不怕。先生。最上心神传酒，两相团圆，思天情。小姐，是你张生大病，他在西厢月下当机，我引小姐到花园烧香。什么？我进到花园，他还没有来呀，被我观他一声。啊，小姐，快来！
将此求他
哎呀，完毕。红娘，伺候久了，回房去吧。小姐，那相声要治了，你知道吗？嘟嘴。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算是真的了。哎呀，红娘，你快去对他说，叫他再仔细听。小姐不必上去，红娘先靠进去，回房去吧。小姐，你多有眼看不好！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今年必与小生为我不好嘛？张先生，红姐，哎，红姐，小姐她也来听听讲了些什么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去相思难得了，他自命少气情也好，深圳红姐郎也曾知，但是红娘没想到。小姐，那红娘子想到些什么？张先生，请先生再多吃几天啊！小姐她就接连此行。哦，红姐，我这里有个接替孩，管了红娘子给予小姐一这不可不管，要是小姐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红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教你拿来的？你这个小女子，尽管这样胡言。是要知道儿，去告诉老夫人，她不要当我本事。小姐她绝不会如此。这是红娘子你不可与小生带去吧？哎，听话，天地上多谁谁才把求姐红娘子啊！是他说你谁了？谁来的吗？现在家来弄家事，是把我红娘多伤事。我虽是女儿家有此去，难道是吞动你才的谁道是？红娘子呀，小生杀出马了，杀出马了。你上身可怜我这个傻小子，说不定我还给你生两法子。好，许一红娘子。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。这边才是。张先生，这少年说些什么呀？红娘子哟，细细细细hỏi问句，虚心无言把句事。提倡一封信字，贼写鸳鸯成相思。我曾见他一梦相哭，红娘子呀，你要替我小心才有。上身，我的姐姐儿，非常交头于我。
姐，弄糊涂了。红娘，这过去的事啊，谁不必证据抵偿了？红娘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今朝你到西厢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快说呀！不是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小姐，那张生气得真难看，世上要相信的关键，此地小姐举苦去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要向来提。因为你的这话，才叫别人听见，生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这么讲，谁叫你去管他这是兄妹之情，有我也一样。小姐，那张生他女儿有小姐做兄妹吗？要不是老夫人许了有哪，人家光这样讲，光这样想嘛，谁让我家快服了他，他也不该死死。唉，罢了，等我先不见下去为谁了他，也就死了。红娘，你不知道我啥不细心去威胁了他，以后还不知道要弄他什么事了你。小姐，你这是何苦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管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。以后这番，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，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拿去？我不拿去。哎呀，你快拿去呀！我不去。你这小女子，好没有分晓。
心怎么样呀？我要杀了，我才死了，小姐她恼了，小姐，她怎么为恼你？一定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木土啊！我不肯用心，我要张先生天天对上你，你那个这片儿写得好哦。只愿你心中明镜，真是我红娘为难。幸不愧小姐是良言，今朝险些就翻了。从今相会上见面难，劝先生早进步，去来生产。那红娘子
还未记错了吗？啊！哦，好一个消息！原来你连我红娘都瞒过了。其人言其说的瞒过你，他消息是也怎样要传？我一时竟要这喜眉梦梦。小事，你是何处之臣？怎么能飘香呢？飘香，你红娘两不相关。挑一与你，不挑一与你，你们的事哈，我都不管。红娘子，红娘子，红娘子。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似乎瞒得过我红娘哦。今晚之事，好叫人高兴，好叫人高兴哦。这是小姐就去挑剔啊！小姐就不挑剔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是非挑不可，非挑不可。
小姐，我就帮那位都看过了，连一个神名字都没有。没有吗？哦。此境，你就给事情他离了啊！
一
心，那上身是再也进不去红顶了。红娘，这房正得他的正儿你，快拿去，你不拿去，好姐姐，今晚就不候你快拿去不拿去？红娘，老夫人来了，见过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哎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了没有？红娘我不曾去。那你快去呀！啊，快去呀！哎，儿啊，女儿，母亲为娘在教你。是张先生人举母和家性命，如今他病人客中，母女上不去问问于他，岂不为旁人谈论？母亲舍得解释。唉，自从你弟弟去世，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这怕你人恩姑姑早日到来，一来亏定母女夫邻为尊，不领援军，那二来嘛也好两弟俩早日认亲，再了相婆才是之缘。儿在想什么？女儿并未想什么。母儿一向孝顺，定能积德为娘之意哟。女儿理为等。时日不早，为娘也要为王送进去了。母儿早些安息。送过母亲。这正是事多情长中，爱恋不绝深哦。为
起风，你不给，我为我娘心一片，你不给，气出三分浓神痛。啊，小心呀，你是因为闹，因为儿贼，因为儿欢，因为儿恐，那张生子一关
如今要问你啊。哎呀，莫非老夫人一直不心想此事？他才不要放弃我嘞，叫我怎样为他嘞？红娘，哎，红娘啊红娘，你先不要惊慌，先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姐人晚归无归下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滚，快去家饭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下去。红娘，哎，你是谁吗？红娘不是谁？小姐人晚生谁？谁叫你夜光山跟王小姐到花园里去？红娘不认去呀。不认去。红娘是与不管其姓，谁见嘞？我那姐来。
人拉到官中去。老夫人，你要去告谁？告张生，那个就是冤枉的张生。因为那我不是兄弟天生，你有我的消息，都是你这个死丫的一生之故。老夫人，这都是你家里的事，哪里认得是我好娘哦？是到原谁嘞？这都有啊，大姑，这都有你老夫人。岳母，夫人上高等官府，夫人身上其余3个都是。关于3个不是，我问你这也。夫人当真因为不听事，一人被300三中许婚事。马将军正为妻常常生一封公子，好姻缘本已匹配，恰是一缘道德为件事。夫人啊，想到宫廷被不是，言而不信，去难知。徒儿又犯徒儿，也留长子的相思，谁知这愿意狂夫了的脸，等也不是，家不言，你与不是。得到60人我自己，那的心情完了事，到那时夫人终于听我声。你叫我以为大嘞，岂不是做了相国的家生？一想。老夫要生死而已，不可早死。此事难道怕了不成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这怕爸也遇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爸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。那以你之见你，哎呀，老夫人，后娘跪去了。小先生起来讲。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三爷后娘之间都是杀气交过，成亲美事，把小妻许于张生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丫头一言当头，我心看。大家老身为了难，我只想隐隐许了张君才，他怕你赠与母家盘，我只想张生送官去啊！为的是相公门楣从此散。倒不是愿将英英去张生。
小姐，你又来了。事情两地更新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快去吧。见过母亲。好一个报家秀才！我行业流利，即使细讲，你竟做这种非礼之事，本当送你到国。欲恐受不了相国家身，门内母就将隐隐许你为妻。既不用但欲一经，我家34个早把一女婿，明日你我上京出使，等我回来与孤儿成亲，上不得过，休要来见我母女。娘
两面生。